目标。当咱个研究不成，我就去咱个前线人员较强，伊是咧人按过来，咱有诶咱有诶咱不太多，但是咱是咧做常态性，做人。相信咱在座前面中心，大家都做到一环咱水利的网，我哋做这个环境，跟你老师那些咱水利的前面，一点的很好。联方的主要办号处理成本，前方的一路一条。现在导人也拿回满堂要不要会买，所以他们到了有的回撤的情况，总体都是让他到开始，其他的咱后边呀，我都供给个人节目有提供。这是可爱的爸爸妈妈，可爱爸爸妈妈嘛是可爱是我关心很多，是爱做咱大个手机，所以这可爱我们方法，咱听咱的前景，咱们咱的前景，安排好我们去空间，这种方法我爱手机去分享，变化就是在这里，安排给咱高有前景。来讲后面，我不急而已的，我要做掉了，很多的这个过程，地方爸爸妈妈请看，是罗刚的其他的先生谈到的，或者觉得这种咱的家人帮忙开始，相信咱的家庭家人书，咱的助理，咱的领导，咱去看咱的先生同学，只要咱出去。不要用到什么义务人，而且全力以赴。人家说咱走一个社会，人家社会大家一起来，其他的小朋友后续看在应该是高的，他一点都有可能下步，他当某外的影响去了。人家说真的，经济不讲，看咱们突然努力，咱做一点点，当然人都可以，讲的拢这拢是我乖来听人讲，相信咱台湾是有用，但导人中心他没有宣扬，做他不去做，不要咱的前面而且当时咱是后半年，咱就是用反方咱的前景很多的啦，所以导人大家一起来，有的人今年但是我怎样讲，你要不要紧？有咱的前景，有咱的公司做对吗？以后咱是这样讲，我按前景从里去形成这个结构，咱看起来，咱是这个加上购物到家，不需要我们他们整天这样子，全场都到高，5个